姓名，走过一条家巷，鞋底沾着雨水，心里还在发烫。那年说过的话，像回落在掌心，我没把它丢掉，一直握到现在。有些很长，长到看不见头。想要下午好啊。可我还在走，一步都不回头。风再大一点，把我吹醒，让我看清楚。干嘛说今天比较早？礼拜六都这样子啊。你又不是第一次来了，小赖。你不是第一次啊，你又不是新同学，礼拜六都会比较早啊。门口那盏灯照着凌晨4点，我把沉默正好塞进酒杯。陈毅下午好。有人说算了吧，路早就太难走，可我听见自己还在大声说，有什么很清醒的。等下先试看看会不会过热，过热就要那个了，就要装风扇，还没有装啊，想说先试看看啊。小心！请问到哪边？到北侧西速跑。好。
50，不用找。啊，谢谢，小心哦。好近哦！那不到200公尺哎，不到200公尺哎，那种笑话，不是啊，你太近了吧？那这个真的很近啊，真的很近，会不会太烫？这个太近了，有这么懒得走路吗？也没有下雨，凉凉很舒服的天气。然后外面还稍微。外面可能比较热一点点，但是比起上礼拜那个热的感觉，今天已经算很舒适了。9593下午好啊。静怡下午好啊。这红绿灯比较久，来挂个风扇好了，等我一下哦。3档就好了，也不要太多。2只狗狗逛大街，那女的好像快牵不住的感觉。路人一直在看。一直在看的2只狗，厉害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一定要想清楚的。世界崩下来的时候，我刚好站在这里。在跟谁手挥挥啊？是在跟我手挥挥吗？
要乱挥手嘛，是不是？今晚的台北容许我挥霍这点孤既然你知我无法度开过吼，厉害厉害。你好。我会到新生北路，哦。然后过了那个长春路。新生北过长春的对吧？哦。那济人。礼拜六能够。对啊，这是现在有够济人的啦。对啊，我看那边挤啊，真的啊。这个地方是常常很多的人。吃物件、买物件嘛爱钱啊。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都借钱来玩股票，都赚大钱了。所以餐厅每一天都客满。这里可以说谎吗？现在袂使，爱为新生。对。爱为新生右转回转的呢。对。
去，还搁一条吗在？那个斑马线那边停，谢谢。哦，加嘛吼，哦，等下吼。好，谢谢。一个10块啊。哎，我看看了，对啊。我想说，看看。哦。应该没吧？最近哦，这刚好是买了东西才找出来。好，谢谢。哎，我那是哦，吼。哎，金针下午好啊，好久不见了。怎样？今天不用上班是不是？今天是不用上班吗？这么好。今天没有班哦，那不错啊，不错不错，偶尔要休息一下，不是很好，是不是？老板自己开车出去，偶尔要降时啊，真的，你天天开车也不是办法，这不是，我不能这样讲哦，我们不可以说天天开车不是办法，不能的。我说偶尔要休息啦，对，重点是偶尔要休息。休息才是王道哦。我开车都听YT听歌，你说 YT 里面那个吗？对，偶尔跟线上朋友打声招呼嘛。然后你现在休息在家吗？我们往40开好了，顺便去帮我儿子买药。哦，一天上班14个小时，但开车时间3个小时，那其余时间都在办公室待命，那你不会觉得很无聊吗？你会觉得这样很无聊吗？对，坐在那边好像也没什么事做这样。哦，那很近啊，那离你家应该蛮近的，不远的，反正都在板桥。然后润泰我知道了，那边之前也蛮常叫车的润泰。但是我很少去载，对，因为刚好都不凑巧。
疯狂睡觉。那也不错啦。顾盆栽有什么好顾的啊？这叫水而已，不是吗？下雨这个，那前几天开车不是很危险？慢慢开就好了嘛，反正也不赶时间，除非老板赶时间了。路灯都不开，很多路段确实路灯是没有开的，很多路段确实啊。那前挡也有贴哦，前挡隔热纸也有贴嘛，不然怎么会暗？前挡也有贴哦，前挡是可以贴，但是还是不要贴太暗，因为危险。哦，合运租的，27500都可以租房子。对啊，省税就是租车，公司租车比较能够省税。如果一个月算3000。那平均换算起来，一天差不多是100公里的，那好像也还好哦。那除非他跑很远，这边看到车祸，这边不是很常看到车祸，因为这边有时候这边下坡嘛，刚刚那边下坡，很多人可能在上面冲太快，你下坡就来不及刹就会撞上去。这个时间点还塞车，真的是夸张。对啊，这蛮长的啊，刹不住就会亲到屁股。下午好啊，今天不用上班是不是？真的休息，好哟。下面下午好啊。
BW 下午好啊，休息吗？Happy 歌 Party。 有那个我知道，会急刹，对，会急刹，会帮你刹车，这个我知道。自动，对，制服的自动。都有吧？这台都有了。他那台怎么会没有？当然，安全警戒它不会让你关掉了。安全警戒它不会帮你关掉了。哎，丫丫，下午好啊！啊，不是在上班。 环河西路，环河开到110，厉害了，直接被转直，他也开太快了。 等一下，我买个药哦。
这个我直接去外面买就好了，我需要跑到这边买，搞什么东西？那张罚单破万，这么贵？哦，又超速几公里再加嘛。好贵哦。等一下哈。哎，干嘛点？我有点没看到干嘛点。匆匆匆在时光。哇，我停好一点了。我想说，我停好一点，不然这样会。高架，新生高架啊。对，它的底，然后过长村路就下车。哦。这样难吗？这是新生过长春路了，对吧？对，长春路啊，都到了门口。哦哦。
心放进日子里，慢慢给你。我想一天天地接近你，接近你，接近你，等你习惯了我，也习惯了你。你站在窗边，手里还握着昨天，白花斑斓，经过你的眉眼，走过那条线，风把城却很长，我没说出口，你却先想了，不急也不躲，让心跳先走一步，你回头的那一下，我就知道每天靠近一点点，一点点就很好，每天靠近一点点，让距离慢慢少，你不用立刻回答，也不催促，每天靠近一点点，靠近你就好，靠近你就好，别冷淡的照着你低头侧脸，你说天气冷，我把围巾递向前，路口的红灯亮得像一句诗意，我站在原地等你先眨眼，我不急也不躲，让心跳先走一步，你回头的那一下，我就这样，每天靠近一点点，一点点就很好，每天靠近一点点，让距离慢慢少，你不用立刻回答，也不催促，每天靠近一点点，靠近你就好，靠近你就好，明天还远，今天先握紧手，如果话还太轻，就让眼神相留，我可以陪你走过这段不确定，直到你把心慢慢放进我手里，每天靠近一点点，一点点就很好，每天靠近一点点，让距离慢慢少。黄金路诶，周章，好，你咪讲过长春吗？系啊，所以长春一定爱落，啊，无就过头啊。每天靠近一点点，靠近你就好，靠近你就好，每天靠近一点点，到你说刚刚好。
我都在后边遐。哦，再等等哦。哦，谢谢你哦，谢谢哦。难怪他换那么多司机。说，我说坦白，他不准人家插到他前面，好不好？对，那难道他就没有插过人家前面吗？你懂我意思吗？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时候你贴那么近，真的是很危险的，不小心就这样亲上去了。难怪他会换那么多司机，这样我觉得这样也不好，这个老板也不好。没有，我自己认为啦，跟你没关系。对，你贴太近了啊，然后你又不准人家插队在你前面。好啦，今天万一都不这样子好了，难道你就没有插队在别人前面吗？在这马路上开车，什么事情都会有啊，是不是？对，有时候真的，我觉得互相啦。你也会有插到别人前面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如果真的要求说都不准人家插队在你前面，那真的是强人所难。对，安全性总比其他来的重要。对啊，你塞到别人前面，这有时候会这样子嘛。那他说他赶时间，那别人就不赶时间，别人塞在前面也会说他赶时间。同理心，我觉得真的是觉得这种同理心，有时候太去计较这个，不准人家插队，然后你说很夸张的插队，那当然另当别论。但我觉得开车开马路上，有时候就是不是你让我，就是我让你啦，总有一方要让嘛，是不是？但是他都不准人家插队，那真的是也很夸张。哼，对啊，他是不会早点出门哦。呵呵。反正就是你要求人家要求赶时间，你要赶时间，那你就早点出门就好了，干嘛？还要讲求舒适性，我操！根本就是矛盾。你要贴很近，就是没有所谓的舒适性。哎，进来哦，哎，冻住后边车。哎，我给你，哎，要倒位？龙总什么楼？海龙总。哎，对，思源楼。车是看拢无。
着过去斑驳的温柔，导航提示着下一个不远的路口，收音机播着随性的蓝调与节奏，这天空有多少隐蔽的对比，坚持想顺着历史的脉络缓缓漂流，开着车穿过这条时间的长廊，左手是斑驳的红砖，右手是现代橱窗，光影在引擎外向静静的流淌，像美国婚礼的白墙，倒映着谁的过往。摇下车窗，听老树在风中摇摆吟唱，这独特的文化气息是这座城市最优雅的伪装。看下清晨的形状，星光前方是长的地藏着90代的新浪，历史在这里活得那么理所当然，放着这诉说着向往的向往，它晃眼神翻遍的红唇巍峨，你说它闪耀，它坚持破不输的繁华，落寞的缓缓，也开着我的小汽车，融入这片万家灯火的景象，不敢是太其实很浪漫，离开了市民大道的喧嚣与狂欢，在中山北路的绿色隧道里，我预计10年前这座城市擦肩而过的交谈，开着车走完这条时间的长廊，奔在爱情也有岁月的重量，说的也多冗长，流泪的也变了的光，最后看一眼后是经历了我，这段路留下的不只是方向，还有一束写在我路上的旧乐章。
你懂吗？哦。哦。猪肉杂吧。好，谢谢。31号。我今天要走几次新生高架？晕车不要坐车啊，叫他去坐那个大众运输工具啊。李恩姐晚上好，我要怎么出去？看一下我要怎么出去。哎，有。在这边真的有时候会给他迷路。缴费缴什么费用？已缴费。我也不知道这边出去是哪里，反正管他的，先出去再说。这个马路。这边出来是中正楼这边嘛，哎呦喂！刚才绕了龙总一圈。不想吃晕车药，怕晕车。混车，我的。现在到了天幕了。晕车药放在车里，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但晕车药不是都要事先吃吗？
在晕的当下吃有用吗？我不晓得啦，我是不知道，我是提出疑问，有用吗？还是晕车当下赶快吃？过桥整个气氛不一样，怎么说？新同学吗？你好啊，叶泽佑。对嘛？我记得，那个药应该要提早吃才对。比较悠闲的感觉。你说天母这边比较悠闲吗？还是？对，我也是记得要提早吃的。没有提早吃好像不行。商业气息少一点。宁夏夜市跟宁夏夜市有什么关系？什么离宁夏夜市还蛮远的嘞。等一下哈。
you turn, I suddenly meet the book in my hand, almost drops right to my feet. My chest goes tight, my breathing starts to trace a funny little feeling that I just can't quite replace. This must be it, the spark inside my chest, like a gentle breeze waking up the melody at last. My heart beats fast, like a fool out of control. Turns out needing you really moves my entire 走走走，开山路比较会晕车哦。坐车的会吧，开车的应该不会晕车。坐车的比较会对，走山路，坐车的比较会晕车，这应该也算正常。 favorite song I just wanna replay on the radio. Can't look away. You've captured all 那 my 你说晕车， practice. 你只要跟着路走，有没有眼睛跟着路这样子弯，其实就比较不会晕。 Must be 就眼睛看着马路就比较不会晕的。 inside my chest, like a gentle breeze waking up the melody. 莲花跑车，刚刚那一台吗？ My heart beats fast, like a fool out of control. Turns out meeting you really moves my entire soul. 对啊，开车的人会晕车就不用开了。开车不会晕车，是因为他看着路走，对，事先心里眼睛传导到大脑，对，告诉你说你要左转，你要右转，你要靠哪边，你要转哪边，对，就不会晕车。所以我才会建议说，对你如果坐车会晕车，你就看马路，有没有？就比较不会晕车，因为你心里有反应啊。 This must be it. The spark inside my chest, like a gentle breeze waking up the melody at best. My heart beats fast, like a fool out of control. Turns out meeting you really moves my entire soul. I guess this is the start of something beautiful. The breeze still blows,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yard. A beautiful name is the password to my heart. Next time our eyes meet, I'll be the one to take the stride. Be by my side. Be by my side. 这边是中山北路。风吹起蓝天光上，也寂静的像呼唤。可是白皙的马蹄
上下礼拜连下一个礼拜的。大家要逐渐锋芒一闪，快过了时间，管你什么门派，什么只手遮天，在我的剑下都不过是过眼云。大家要逐渐浩然正气荡漾在人间，大家要逐渐当今交且不留一丝恋，乾坤一转人缘，情愁随风散，这一切叫江湖都要为我征战。白衣服书，转身泪如夜色深处，留下一地传说，还有那道没人看清的剑气。搜狗，这边人也是挺多的。上吗？你好，小溪，哎，小溪我到那个中城路，然后穿过天武东路再上去，所以你现在可能是走，你现在不如左转很好。对，你走桥下。就现在再回过来就对了。对对，好。撑起各自的肩膀，是的眼神，最信任的重量。不知何时起风吹。
天怎么那么热闹？可能今天周末嘛，要排什么泡澡吗？好像是泡澡哦，不知道，好多人哦。可能是泡澡了。哦，周末才会有，对不对？对，他们周末泡澡是还是有时候有吧？不见得你那个穿就是你走，然后穿过天母公园再上去。好。前面有红绿灯的那个上面有转嗯，好。哇，下山那么多。白绿有吗？左边哈，一栋房子，那个路口你只要左靠，我右侧要靠进去。左边对，一栋房子那个路口，这边吗？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不是，再往前。对对对，有一排房子。哦，这里是对，这边吗？这里左转。这边是吧？是。好，我下车你就回转。好，这边旁边停嘛，哈。是。好的，好的。谢谢啦，不用讲。啊，谢谢。阿姨小心哈。小心，小心。哎呦！
下山那么多车哦。一直在这边绕吗？也不是办法啊。我刚刚那个高岛屋前面好多人，好多那个摆摊的。天舞棒球场今天没比赛吗？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哇，真的好多哦！不知道是不是跳蚤市场，不知道。一台展背都开挺快的嘛啊！
好像快要天黑的感觉。哎，6点多了。哎，道哥，晚上好啊！才下来，应该没那么热。哟，脱掉，脱2台，坏掉。
着那一颗初心，永远不曾迷茫。今天的封面是在那个飞机上拍的。这是滨江街180巷。天文晚上好啊，好久不见了。那边每天都几乎有人在那边拍飞机啊，起降，还蛮多人的。深夜的房间，灯光亮得太刺眼，墙上的时钟照相着的是你。像一场迷雾透风的暴风雪，把我困在你离开那一天。镜子在原地踩碎了所有誓言，空气中还有你留下来的香烟。我想用痛觉证明自己还活着，却只换来停不下来的哽咽。我受困在思念的边缘，找不到终点，任凭寂寞把灵魂撕裂成碎片。转身走的那么干脆，那么绝，留下我一个人。飞机巷旁边就是那个啊55688，在那个滨江街，就是建国旁边。建国要转到滨江街有没有？建国北路3段要转到滨江街那一条，对，一转过去旁边就有一家那个55688。55688车在那边呢。一整排，对啊，这个是他们的车队啊，车队地方。好像里面还有一些柜台啊，服务人员啊，还好像还有一些合作社，可以让你买一些几点买一些车队的东西吧。我印象中是这样啊，而且我不知道，我不是55688的。但每次经过看到，对他们那个据点在那边。看着雨水心情脑海里。Would you rescue me?
万点阅，上亿点阅。Would you rescue me? Would you get my back? Would you take my car when it starts to crack? Would you rescue me? Would you rescue me? Would you rescue me when I'm by myself? When I need your love, I need your help. Would you rescue me? Would you rescue me? Would you rescue me?早上早，晚上好哦。然后你们现在都毛起来点英文歌就对了。一定要欺负我这个，对不对？老花眼的人吗？对 ，international 啦，对 ，international。对，我们现在在慢慢步入国际化，好不好？好嘞，好嘞，对，好嘞，好嘞。够，对。这首歌我印象中是1998年的时候，对，世界杯主题曲。因为那一年是法国队拿的冠军，所以我印象很深刻。那个点英文歌我真的需要停下来一下，不然我这个看不太到字。Turtles are ancient mariners. Present in all but Earth's coldest oceans, these marine reptiles are well adapted to a life on the move. 这个吗？
是这个吗？哦，结果它是个韩国歌。对，它其实是一个韩文歌。这是韩国老歌，是不是？这年代也太久远了。人家点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可能没有办法立即播出这样。对，因为我没有办法看得太清楚。我靠，我昨天有播过啊，可是他们说线上朋友说比较喜欢瑞西马丁的，可是我比较喜欢夏奇拉的。世界杯下礼拜就开踢咯。Shakira 比较好听啊，我个人这么认为。但其实两个坦白说都真的还不错。雷鬼我还好呢，对我都是听歌，我没有在看说，它是什么曲风的。对，曲风我都可以，但重点是歌我要觉得好听。各位大哥，你要干嘛？你要去哪里？我看不懂。你也不用点了，因为下首歌我就要播这首了，所以你根本不需要点。你的 YT 符号消失，我的也消失了，我就觉得超奇怪的。对，我昨天开始那个 YT 官方的符号啊、贴图那个都不见了，超奇怪，变成一片白。是啊，没错啊，苹果的啊，所以我整个都不见了。我还把 YT 砍掉 ，APP 砍掉重灌呢，结果它还是一样，所以无解，那应该是 YT 本身的问题啊。你的很正常，你的是 iPhone 吗？呀，你是 iPhone 吗？还是你的是那个安卓的？挥挥手，手挥挥。你好。你好，成功包装运动中心直走。好。
We are ready. We are ready. We are ready. We're ready. We are ready. 你要停在哪边呢？等一下停在哪边呢？停下面要走过去也可以。好。这边吗？好。谢谢。这首歌是今年度世界杯主题曲。势在必行。对，原来是更新惹的祸，是这样子。前面就是群贤楼。左手边就是办护照的地方啊。你有点歌，然后呢，不要急嘛，好不好？可不可以？史天文先生，不要急，好不好？我会播就会播，哦，没有说你一点我就会马上播，好不好？等我这边的歌播完，我就会按了，不要紧张，好不好？我们慢慢来，对，假日要活得一点chill一点。因为你每次都跟我说你有点歌，我都知道啦，对，但是我们还是好不好？对，会帮你播，但不可能是马上播。紧张什么？不用紧张。慢慢来，好不好？对，除非是人家，我已经播到有人点了，我已经播到他的歌了，还没有播到你的歌，你再提醒我。
不然依照顺序你应该是第一顺位，那不用紧张。天空的清澈，雨泪水洗过了你最爱的天蓝色，被阳光折射，天桥的亮色，荣耀又向往着，时光静止到那一刻。有一天，我像鱼一样在中原标准时间6:52。对，这边在显示，这边有显示中原标准时间。眼睛和你对着，走。对，你们点歌都不用担心啦，除非我有跳过，跳过就是我没有看到，不然都不用担心。对，但是因为中间我可能会穿插几首我想听的歌，对，所以不用担心，不会没有播到，除非跳过。色的天的色。
你是因为丫丫，你是因为你的名字太长了，对，所以你如果没有加很多符号，我会被那个旁边盖过去，会没有看到，所以我才叫你加很多符号。红灯，好的。提前预告一下，下礼拜直播会有变革了，对，但什么时候我还不敢确定，好不好？等我处理好，你们到时候观察看看。对对，敬请期待。一定会让你们觉得，哎，怎么会这样截然不同，好不好？对，到时候有发现再跟我说你发现了什么，对，但是我都不会说啦。对，我现在不会说，到时候也不会说。但是看你们有没有敏锐度。发现什么 AI？ 没有啦，没有啦，不要想太多。开车要专心，好不好？对，安全至上，所以不会做这种傻事。到时候就知道了。我下周啊，你下周啊，什么东西？对啊，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应该是啊，应该是。对，快速的话应该是，那慢的话可能会下礼拜。卖一个关子，好不好？没那么厉害啊，都要开 OBS 啊。对，还要测试，先前会测试的。那先前测试你们应该也看不到，因为，对，我不能讲太多，好。想套我的话，门都没有。国祥晚上好啊。
時光不聽勸，帶走所有情緣。當初承諾，依家變晒做輕佻。窗外嘅雨點點滴滴，開始滋離。如果諗你，淚水點解仲未完？思念是一種痛。没有，我卖个关子啊！我现在怎么可能说？现在说出来就破梗了，是不是？我们不能破梗。怎么成都妹用猫当人整猫？什么东西？哦，我没有看那个。没有，很多东西都需要用 OBS， 但是对，因为我只有一个人，很难处理很多事情。赚流量的哦，我也没有在看它，放心好了。对。你太阿家无可能个代志啊！我们这个就是开车聊聊天啊，对不对？然后顺便当个行车记录器啊，听听歌啊，聊聊天啊。有梦最美，希望相随，是不是？对。一张在手啊，一卷在手，希望无穷。下礼拜一威力彩上看不知道多少亿啊，我看到忘记了。如果顺利的话，应该下礼拜一就可以了。对，如果大家都顺利的话，去买一张威力彩，下礼拜一，大家都变成亿万富翁，好不好？王力宏最近还有出来吗？应该暂时先没有出来吧。那等风头过了，对，台湾人都是很健忘的。
一张几元？一张100块，威力彩不是100块吗？对，一券在手，希望无穷。对，你们觉得说，哎，那100块我捐出去了，好不好的感觉？哇，你买一张就是100块捐出去的感觉。哎，你不要有奢望说它会中奖，对，对，试试水温，就是那种感觉。100块出去，我就是捐出去了，好不好？对，不要想说它会回本。哎，这种感觉你才不会觉得啊没有中啊怎么办？哎，你有多少人没有中？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所以通常买彩券就是要抱持这种心态。反正才100块而已，好不好？对，不是很多钱，对，大家可以试试手气。背着旧行李走过一条窄巷，鞋底沾着雨水，心里还在发烫。那年说过的话，像回落在BMW 这句话有挑衅的意味哦。一直我到现在，有些路很长，长到看不见头。杭州唱完了，我不知道，没有在 follow 他。哎，大家晚餐吃了吗？让我看清楚，谁在等我奔跑？海阔天空，海阔天空，我要往前冲，把眼泪都放空。海阔天空。对，被当你这种感觉就有点像吼，我们小时候在考试的时候，对你问你的朋友说。对，你就问你朋友说，哎，那个，哎，明天要考试，今天要考试了，你有没有读书啊？然后你的朋友就跟你说，没有啦，我昨天早就睡了，8点多我就去睡觉了，哪有看书？对，就考出来居然是100分，对，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没有看书，我真的没有看书哦，我早就睡觉了，对，那种感觉。没有，我们做人还是谦虚一点好。阿弥陀佛，开玩笑。绿豆汤，绿豆汤真的是夏天一个蛮好的东西的，消暑解热。绿豆汤又是一个做起来还蛮容易的东西。对，虽然都不是我在做，对，都是我老婆在做的，所以，对。我那天才跟我老婆说，是不是该处理一下了？对，夏天到了，对，是不是该处理一下绿豆汤这样？大家晚上吃什么？
现在就在想晚餐。泡面。好的。有啊，夏天前几个礼拜我吃过了。很热的时候，真的蛮解渴的。放入电锅蒸煮好。是啊，但是你是不是要先洗过？然后你放入电锅煮，你是不是还要后续等它？对，等它那个熟了，你是不是还要再加一点糖？对。泡面也不是不可以啊，有时候礼拜六我也是都吃泡面。中午吃大鸡腿饭才100块，怎么那么便宜？台中吗？能省则省啊！现在这个经济不是说太景气的情况之下，对通膨那么严重的情况之下，对，吃个泡面也是不错的选择。你们的鸡腿是哪一种？卤鸡腿呢，还是那种炸鸡腿呢？对。还是只有棒棒腿。现在已经在想了，晚餐吃什么好？现在的还4个菜。对，我就说鸡腿有很多种类嘛，是不是？对，100块是哪一种口？是哪一种呢？因为我家附近的烧腊便当很好吃哦，而且很多人也要排队。他们的鸡腿饭不过好像才120吧。但是你单买一只鸡腿哦，单买一只蜜鸡鸡腿或什么的，对，就要80，夸张哦。你好，太近了，我看不到。鸡热酒啊，转销。大哥，这边不能左转呢，我现在这边才可以回转。好的，我刚才说几号？我跟你说几号？169吗？我刚才说几号？深渊苏醒，是
怎么忽然开始沉默？好像心一夜重新变得难测。我总是无话可说，我只能记住我的沉默，来抵抗你所给予我的难过。这边哦，撒谎的话就不必再说。刚好100，谢谢。看不出你骗我，我给的信任太拜拜。这不知道是哪一国的，对，大回转。绿蜥蜴怎样？有了 ，OPT 上车上播的音乐，什么东西？我在问你是不是天蝎座？好像是一夜重新变得难测，我总是无话可说，我只能记住我的沉默。抵抗你所给予我的难过。我也不是，我也不是。日西在路上跑，前阵子不是很多吗？我给的信任太多，让你丢掉了，还觉得我会错。乖乖的那一个，我忠诚的我不要了。线上有没有所谓的星座专家？好像是哦，之前不知道是南部人，不知道哪个靠腰是怎么这样翻，不知道哪个城市，有时候抓到一只是多少钱？我只想做你那一个永远坚定的选择，不需分辨对错，只能对我去看。这种哪里？これ入ってないんだよ。重庆不是21。飲みすぎたんじゃないの？夕日ね、一番。嫌いじゃないよ。デコピン。猿なのにデコピン。猿なのにデコピン。もういないから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よ。すっげえ酒癖んだけど。ちくせえな。誰？俺じゃないよ。いや、そうですよ。めっちゃ酒臭いよ。ちくせえ。いじめないでよ。でも正直誰が臭いの？だからじゃぶっちゃけ。ぶっちゃけだけど。あうちゃんの名前ね。ぶっちゃけ。ぶっちゃ。キング。どっちがぶっちゃ？お金数えてる。ぶっちゃっていいな。いや、さっきのお会計マジおかしいんだよな。なんで？多いの？いやいや、俺全然帰ってきてないんだよ。お釣りがさ、おかしいんだよな。じゃあ俺うんこするからお釣りあげるよ。いいっすよ。いくら出したの？俺1000出して、中澤さんに100もらった。なんで200足んないじゃん。だから、 100だってさ、どう思う？ぶっちゃけ。1人700って言ってたじゃん。俺100しか書いてないから、900出してんだよね。じゃあ俺200返すからさ。いいっすよ。
それあれ？だってなんか500それ慎吾の真似？いいっすよ。いいっすよ。慎吾の真似。やっときますよ。慎吾の真似。やっぱいいっすわ。やればいいんでしょ。やってくれんの？じゃあもう帰ったら、いやあんたな、内山さんの部屋でユキと俺と俺の部屋やめて、汚れるから。裸んぼ。寝ない方のベッドが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いや、ダメだよ、俺どうでも寝るんだから。どうやって寝る2時間ごと。行ってきて行ってきて。つけたら早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また握り出したよ。こいつ。楽しくなっちゃってるんだよ。楽しくなっちゃってるよ。ごめんごめんよ。これ何畳号にもありますよね、これ。扇風機。じゃあちょっと取り替えてみるよ。楽しめたな。楽しいよ。長澤さんは本当に内山さんのこと気に入ってたよ。まさみちゃん？まさみ？だっておっぱぶ代出すって言ってたよ。2万5千円ですよ。抜きありで。でも俺言われてないから。関係ないからもう。言われてないから。じゃあ、あのチンパン自分広がる。線でいいよ、線で。触り放題。なんで、しゃがめるよ。その上しゃがめるよ。どう？線でいいんだよ。しゃがむの？しゃがむ。やばい。どっちよ？しゃがむはダメだよ。しゃがまれる方がいいけど。ああ、しゃがまれる方がいい。お尻傷ついちゃう。大きさわかんないんだよ。大きさがわかんないんだからさ、どうするよ。どうする？吸い込みガンのガンぐらいの人だ。吸い込む側なのに吸い込まれちゃうんだよ。たまんないだろ。お尻はたまんないけどさ、尻がたまるんだよ。規制入るな。YouTube だったらな。選出判定される。俺の修行にこう上言うのが面白かったんですよ。あ、いや、まだ矢沢いじりしてないんだ、修行。ハードルクいじりもしてないよね。あ、もうつくな。インスタント作戦に見えて感じてきてる。ま勇気を酔っ払ってるかこんだけ笑うってことは。楽だから1人3ちょい。じゃあ誰か払ってくるんだよ。俺50払うんだよ。ちょうど100ぐらい。110、120、100だね。だから、 Thank you。100だ。じゃあ俺50にします。細かいねえから。細かいねえから。で、一番さんいいかな。いや、まだ後で払うから。言ってたの？ Thank you, bye bye. 日本だらけだよ。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日本人，很清楚的日本人。但为什么3个大男人都要挤在后面去？我不知道为什么。3个大男人挤到后面去坐后面。
那前面是宁夏夜市哦。你坐在窗边，把被子转了3圈，这样看得到吗？奶泡慢慢散开，像没说完的昨天。沙子碰了一下，我们前面是宁夏夜市。可怜你的手机翻过去，假装今天很安静，可时间一直往前，连扔掉都不提醒，那一口苦还留在舌尖，一个人的咖啡，苦得很直接，你说没关系。哎，那你有听是不是？不然你怎么知道？眼眶先失眠，一个人的咖啡，喝到心里面，你还在等谁？桌面都快要结冰，纸巾折了又折，边角都被你捏皱。门口有人经过，你也没有抬头，背只剩下那点沉默的深褐色，像你藏了很久却没寄出的温柔。可时间一直往前，连扔掉都不提醒，那一口苦还留在舌尖。一个人的咖啡，苦得很直接，你说没关系，眼眶先失眠。一个人的咖啡，喝到心里面，你还在等谁？桌面都快要结冰。如果你也累了，就别再装成熟，把那句想念慢慢放进喉咙，让它落下来，像雨滴在散风。原来最难的是和自己相逢。一个人的咖啡，苦得很直接，你说没关系，眼眶先失眠。一个人的咖啡，喝到心里面，你还在等谁？我陪你慢慢忘掉。细雨落下来，点点滴滴，规律的节奏，像大自然的白噪音围绕在左右。木头桌上手冲咖啡，冒着热气蒸腾，闻着咖啡香，听着雨声，感觉好安稳。窗前细细密密的沙，洗掉城市的喧嚣，丝丝缕缕的让脑袋放空1秒钟。我在咖啡厅的角
哦，那个日本人酒味很重哎，我一上车就闻到了，很笑哎。这边就不是让你临停的，跟宾士哥、宾士哥，不是让你临停在这边的，太近了啦。肥皂箱，刚刚那个画面还蛮好笑的，肥皂箱那个画面。全球。哎呀，晚餐吃什么好呢？洗脚水呀，19岁就是洗脚水呀。哎，那个是谁啊？那是叶蕴仪是不是？回转厉害了，哥，你厉害了。水果，小玉西瓜19.8块，甜美人19.8块。但是我现在如果买水果，哎，像我还要买晚餐，太重了吧？算了算了，明天再买，明天再买。点8块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不懂。吃寿司要跑到三峡去，莺歌去买呢，很远呢，来回要1个小时吧。我开去那边再回来我家，我来回1个小时。我说的是阿婆寿司吧？对，那家真的是不错。没有外带啊，你总不会叫我去争鲜外带吧？这不是很怪吗？争鲜一定要现场吃，对，但是那个阿婆寿司是可以外带的，而且它又不会太贵，又好吃。但现在7点半，我开过去叫8点半，回到我家不9点多了，一家口人在等我买晚餐回去吃。你觉得要这么晚吗？汉堡王1+1哦。
但昨天吃过麦当劳了，昨天晚上，是昨天晚上还是前天晚上？是前天吧？前天晚上。披萨也不错，拿坡仑199到明天哟，真的假的？199，那现在一定很多人叫。我都等快8点去美人，哦，8点去没人。我查一下。哦，拿坡里年中庆就对了，6块炸鸡199，大披萨199，是说这个吗？经典原味蛋挞6入199。那订的人一定很多。199就是200块了。外带大罐汽水才30。披萨不错。反正可乐也不错啊，反正都是可乐嘛。对，没有一定要可口可乐的。更何况它炸鸡好像也才199，披萨、炸鸡各199，各200块。对，年中庆嘛，到几号？到6月7号，明天最后一天就对了。我听见你的旋
烤鸡也是199，烤鸡很难吃。拿坡里比较有名的确实是炸鸡啊，对，拿坡里比较有名的确实是炸鸡，但烤鸡有没有很难吃，这我就不知道了。3姐晚上好，不好意思你来了，我要关播了哦。笑到一直咳嗽。不会啦，我点还是点炸鸡啦，不会点烤鸡的。没有，礼拜六嘛，对不对？我还是得买晚餐回家啦，对，好不好？对。晚餐有着落的，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老婆要吃什么啊。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爸爸只能够这样的想你。没有，我们拿坡里其实可以打电话叫的啊，为什么一定要去现场叫、现场等？是可以先打电话啊。对啊，还好吧。现在问啊？问什么？我老婆在线上啊。对，她只是，对，她说是隐形人啊，她说潜水的，对，她有在听啊。外送没有，我说对，自己去拿就好了，干嘛要外送？我老婆说她打电话，赶快叫她打电话，不知道等多久。转盘，转什么？为什么那么公车这么爱按喇叭啊？对，你们又跟这台公车挡住我的视线，我分不清楚现在是绿灯还是红灯。对，我看你走了，我才敢走啊。那你后面那一台公车按我喇叭是什么意思？好不好？大家敬请期待下礼拜。但是礼拜几我不敢说，因为前面还要先测试的，可能赶下班。
我叫我老婆去打电话，去叫披萨，我再骑车去拿就好了，不能开车很麻烦，他那边不好停车，太麻烦了。想很久没人接，真的假的？想到他接为止啊。叫别家不用叫别家吧，就那一家就好了啊。故意不接的，有可能哦。这个对拿坡里的耍奸诈。做不出来，有可能就不接了，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啊。但也有可能是他们在忙啊。对不对？对，打这种电话就是打到想到他接为止。我就不信你不接。他们这种时候，很多人叫的时候啊，他们都会把那个什么那个外送的单子有没有？外送的机器关掉。爆单的是不是？爆单有可能哦。但我就是不想去现场买啊，现场买啊，现场不知道等多久，我真的会花皮。我很不喜欢等太久了，不喜欢。对，现场真的等太久了，因为我记得拿坡里好像有做熊猫还是 Uber 的吧，都有吧。我之前跑 Uber Eats 的时候啊，也有载过那个披萨，所以应该都有做。好啦，就没有要播广播歌了，对。要跟各位说拜拜喽，礼拜一见哦。明天其实我本来有预约的，对，明天本来有预约，可是我把它推掉了，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好累哦，想要休息一下，所以下礼拜一再见哦。对，祝福大家好不好？周末愉快，休假愉快，我们礼拜一再见哦。感谢各位哦，提供一个美好的 idea， 让我的晚餐有了着落，但是要等很久，好不好？对，大家拜拜哦，礼拜一再见哦。大家晚安，大家拜拜。弄晚安哦，道哥晚安，丫丫晚安，还有谁？晚安晚安，拜拜拜拜，礼拜一再见哦，拜拜。